期係好多人喺債務嘅道路上係冇願意面對，但係呢就冇經歷過一啲困境。我俾大家總結咗二期之後嘅4個階段，你只要捱到最後一個階段呢，你就離上岸冇遠啦。但係切記並非係終點，呢個係新嘅起點。第一個內部嘅催收，呢個階段通常係30日，催收嘅態度呢相對嚟講係比較平和嘅，但係頻繁嘅電話同埋短信呢仍然會有嘅，會俾我哋工作同埋我哋嘅身心帶來好大嘅壓力。第一次面對咁樣嘅狀況呢，我哋會表現得非常咁彷徨、焦慮、恐懼，好似陷入咗無盡嘅黑暗。但係呢，只要你明白，開始保持冷靜、積極應對呢，你就戰勝啦。同時呢，冇使有壓力，要調整好我哋嘅財務嘅狀況，制定好我哋初步嘅一啲還款嘅計劃，哪怕金額有限、能力有限呢，亦都要展示出我哋還款嘅一啲意願同埋誠意。最後呢，為後續嘅一啲協商打下咗基礎，明白未？第二個階段就係90日。第三方嘅催收呢會介入，佢哋嘅態度呢就冇好似以前嗰啲催收咁平和喎，佢哋會通過一啲惡劣嘅恐嚇嘅一啲行為，甚至呢仲會上門或者係聯繫你嘅親朋好友，包括你嘅緊急聯繫人，而你嘅負債問題呢全部都暴露出來。呢一個階段呢都係非常難捱嘅時光，包括你嘅身心備受折磨。但係請你相信，你只要堅守底線呢，唔好俾對方左右，你就有機會渡過難關。好快呢，你來到咗第3個階段。當然啦，同時我哋硬要學會保護自己嘅合法權益。對於一啲違規嘅催收一啲行為呢，我哋要勇敢去拒絕。同時呢，我哋要積極咁以債權方去溝通，表達我哋嘅還款意願，尋求我哋合理嘅解決方案。第3個階段半年之後呢，就進入咗訴訟和解嘅階段。催收嘅手段呢係越發激進嘅，甚至於可能會採取法律嘅一啲手段來催收。呢個時候呢，務必要高度警惕，認真對待每一個催收嘅信息，包括一啲法律嘅通知。呢個係決定我哋命運嘅關鍵時候，需要我哋謹慎選擇，制定一啲應對嘅策略。同時呢，我哋一定要繼續努力工作，增加我哋嘅收入，為後期我哋能夠有實力同對方去談判嘅機會。第4個，來到咗外賬或者係減免協商嘅階段，心理上嘅恐懼包括一啲焦慮，基本上呢都會逐漸咁已經消失噶啦。平台已經開始考慮外賬處理，包括一啲債務嘅減免、本金打折，呢個係非常漫長嘅。但係呢個係我哋迎來咗第一次曙光嘅時候。我哋要用我哋嘅耐心同埋智慧，深入去了解對方嘅諗法，精心咁去準備談判，為自己爭取最大嘅利益。喺協商過程中呢，我哋一定要保持理性同埋堅定，冇輕易妥協而且我哋簽訂嘅協議呢，一定要仔細咁查看條款，確保我哋自身嘅一啲利益得到咗充分嘅保證。喺呢個階段呢，如果你有足夠嘅談判技巧，基本上談個5到8折呢都係有希望㗎。睇到呢度呢，如果你仲冇明白嘅呢，請你從頭再睇多次，關注我一個可以帶你致富嘅粵西暴龍。